張學友最終場與粉絲相約70+號見聞，粉絲說一致心態崩了，我不能理解。記者黃旭慧台北報道，歌神張學友今於台北小巨蛋續唱60+號巡迴唱會，不僅是去年延期場的最後一場，也是他這次橫跨北高演唱會的最終場。張學友和粉絲聊天互動時，先是為讓粉絲等了10個月表示抱歉，也感謝粉絲好好收着門票，幽默笑問：你們真的沒有轉手嗎？價格不錯耶。他也談到今天演出後，將有一陣子不會來台灣，捨不得粉絲的他，與粉絲約定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體，快快樂樂地過每一天。張學友很快就會再回來做70+號的。你們還會來嗎？一聽粉絲齊聲回應會，他自己為自己打氣，張學友，你可以的，加油。張學友與粉絲剖心告白，我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，而好或不好是很主觀的想法。如同美醜一樣，粉絲聞言熱情在台下齊聲讚他帥，讓張學友一時害羞語塞。結結巴巴說：我帥，我60幾了，你說我帥？這我是不能理解的。年輕時候也沒聽幾個人說我帥，現在60幾了這樣講我心裏也不知怎麼樣，是苦的還是甜的這種感覺。手足無措的模樣，逗笑全場。而後又拉回正題，表示自己一直努力讓自己更好，但當更好時眼界又不同了。張學友永遠要的都不夠，儘管貴為天王，他仍是孜孜不倦，只為讓粉絲看到更好的他。他也相約與粉絲70+號再度聚首。